还是今仔日的礼拜，请密倒。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t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山对倒落来。我的帮山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的确无遁面。这时，请咱来用上帝10条诫来告别咱的信仰。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毋容允用别的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其中间万物，就是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久长。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行奸淫。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的干证，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你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以及你厝边的一切所有的。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
至圣的上帝，听阮的爸，阮伫遮感谢俄罗你。阮知，阮是你所做土的器具。若无伫互你用，阮就诚侪，啥物拢做袂出来，也诚侪一个无路用的物件。因为你的灵到阮三甲之地，互阮会当诚侪助你所活用的器具。感谢主你伫过去，互阮有1年外的时间，通准备，互阮会当伫即届突然疫情的扩大的时，互阮会当来应付，无落伫惊吓无奈的时阵，阮感谢俄罗你，求主你有缘来带领阮，互阮会当刚强壮胆，向前来行，来超找主你的信仰。主啊，阮也搁一届要感谢你，因为你有讲，要用感谢来献祭，做祭献互你，要用阮的志愿的来做行愿，因为阮知伫迄个患难的日，阮就求你，因为你要为这中间来拯救阮。阮也要因为安尼，互世间人拢看伫主你的荣光。主啊，搁一届也求你看顾台湾这个都市。阮也特别为着这个期间，会遐无暝无日着磨遐医护人员来祈祷，愿主你来看顾因，减少因伫这个期间，无论是身体也是精神得到损伤，也求你偏偏看顾遐个受伊照顾的人，会当恢复健康，来搁转来这个社会继续因的工课。主啊，阮也会遮也孝念阮的兄弟姊妹，虽然目前袂当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总是阮也彼此心来代祷，愿你也教因三甲之地，阮也像以色列人安尼孝念要到耶路撒冷主你的圣殿来献祭，迄种的心情，求你有一天，阮会当搁恢复的时，阮用着欢喜着调的心来到主你的殿前，来献上阮的感恩，也求主你即时甲蔡长老三甲之地，互伊尽心尽力伫主你的事工顶面，来得到伫即个疫情的中间讨放人的心的亏欠。主啊，搁一届，互阮所行所做，会当诚侪主你合你心意的人。阮搁一届安尼感谢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箴言第4章20至23节。箴言第4章20至23节。安尼记载讲，我的囝着注意听我的话，暗耳孔听我所讲的，毋通互伊离开你的目睭，着记牢伫你的心内，因为找着伊的人就得着活命，互通身躯得着勇健。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君王。以上，这是正道。咱要请蔡长老，今仔日的正道题目是保守你的心，请蔡长老。这边4章30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君王。三甲来祈祷，麻烦你主，我真感谢你。互阮伫疫情的中间，虽然袂当实体伫遮做礼拜，总是阮有缘通过线上，伫每一个家庭建立祭坛。因为你有讲，只有2个人奉你的名自执，你就要听伊所求；2、3个人奉你的名自执，你要踮伫因的中间。做看给你办展收恩典，互伫遮咧收看直播的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拢有自立稳定加三角地底，讲的、听的，拢对圣神力受着领受着恩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那位线上的兄弟姊妹，甲咱的好朋友平安。我是安怎走出来目口呢？顶礼拜咱咧讲疫情的真自由啊！我感觉咱的线上礼拜时阵，我伫讲台顶。我咧想讲，安尼我嘛较自由一个，出来目口甲大家安尼三角伫遮做伙，伫遮来咧互相分享，要安怎保守你的心。心真正重要。咱的心，每一个人保守咱的心的中间，咱看人上说是心。咱咧看咱的教会中间，顶个月应该是要去调疗教会，调疗教会错安顺张老娘。为着咱的教会的建堂固定的时间，伊嘛照费因的心，伊嘛真拍拼，伊嘛足认真认同咱的教会。伊等于虽然讲伊伫调疗的所在，我嘛咧笑讲，伊嘛是咱中教会长老。即个心拢完全结连做伙，今咱伫线上要关心的陆元成执事娘，我感觉伊嘛是咱中教会人呢。伊的心嘛跟咱三个做伙呢。伊为着咱的事工，伊为着咱建堂的事工，为着咱中教会，伊嘛是足希望跟咱中教会三个做伙。所以这是真正人的心嘛。亲像撒母耳要去大比摩伊的时阵，伊讲上帝讲一句话，撒母耳上卷16章第7节安怎讲上帝看人，毋是亲像人看人啦。上帝看啥物？看人的内心，看你的心嘛。你的心是不是上帝所欢喜？你的心是不是上帝所想事？伫疫情的中间，我感觉一个人，我一直感觉非常钦佩贾永杰，能够防疫女神，足侪人甲批评的啊！讲你爱作秀，爱出风头。迄若咱每一个兄弟吼安尼讲吼，有可能吼讲我莫做，我莫做啊！我咧想用我家己来讲，我有当时若去用批评了，就感觉讲无我卖好无？无我都莫做。很多选民讲伊咧爱作秀，讲伊咧出风头，尤其咧送便当，送了讲头啊戆戆，安尼已经足忝的，安尼倒车转去弄着后壁一台车，结果迄个车落来看到遮毋济吼。随甲问讲，你有安怎无？你的车有安怎无？一直咧甲问，伊讲是我毋对呢，我共弄着的呢。结果是迄个讲，不要紧，你有安怎无？你有安怎无？所以，咱的心拢有即个感受。我感觉咱每一个兄弟，利用这段期间，以后的时间嘛共款，咱的心要甲上帝三个结连做伙。我希望大家来做秀，做迄个行善的秀，做迄个好代志的秀。咱每一个人出风头，为着教会事工来出风头。咱有当时咧教会咧做工的时阵，拢讲做啊流汗，互嫌啊流热。我头拄甲林牧师讲即边好甲咱直播好甲叫做欧技术、欧爸甲欧妈。伊安尼头前就替咱准备真济，替咱联络，替咱做遮泡泡面，替咱编辑遮物件。伊落嫌艰苦无？无啊！咱遮丢落出来事，伊嘛感觉足欢喜的。伊是安怎呢？会当用这福音传互每一个人，所以你咧分传单，用福音来分享互人，嘛是真水。去赞，互因知影讲，即个是上帝所欢喜的事。咱每一个人的心真正结连做伙，利用这疫情的中间，互上帝知影讲，咱有愿甲伊三角做伙，咱上帝有愿甲咱三角同在。当然，咱无放任。我本来想讲，咱搁2礼拜后，咱要实体礼拜啊，结果无，才搁延长啊。我看凡凡事拢有上帝水的旨意啊，伊要利用这个期间，互咱每一个家庭，诚做小祭坛。你每一个开堂遮做礼拜时阵，你的囡仔有可能无要叫你来做礼拜。我伫这个期间，伊拢关伫厝里，你就倒下，今日三个做礼拜，大家真欢喜，伫遐三个咧做礼拜啊。一个教会的老兄弟。伊的事业做了袂歹，总是蛮敬老啊。老翁老母住伫一个厝，伊的后生查某囝拢伫美国所在，拢有一大的成就。伊的事业结束时阵，嘛互伊后生查某囝真济的钱，互因伫遐家己建立伊的家业。后生查某囝嘛真友好，
信用嘛真好，定定敲电话倒来看互老爸，有时间就倒来看伊个老爸。总是人伫美国家己有家庭，一日伊个太太过身了。伊伫台北个中间老有一间厝真水，伊举遮个牧师中一参详，讲我吼。伊是来上联教会，上联教会伫马淡水个所在有一间真水养老中心，我来住遐，有伴可以当做伙，无剩我家己一个尔。我即间厝要甲卖掉，我来即间厝甲卖掉。啊，教会中间拄有一个长老做律师，伊讲安尼，我卖掉了，我先一半钱献落教会。啊，然后你甲我写一个遗嘱，这个遗嘱写啥物呢？我若死了后。我这钱，存的钱，因为你去即个上联教会即个安养中心爱去一笔的保证金，这个钱拢专门去献互教会，因为咱教会拄建堂欠真侪钱。伊甲因遐后生查某囝拢讲这项事，大家拢无反对，伊就卖掉。卖掉了后，伊才发觉讲，哦，这几十年来哦，厝里囤一堆物件啦，好，这古董啦，这啥物伊感觉足有价值的物件，伊看一堆。看咧讲，去安鸟中心加一间房间尔。啊，即间房间，这物件根本囤袂落，算咧吼，找几领衫，摕寡相片，规内底相片通做回忆，摕几本仔册，然后两个骹网关咧，甲迄个卖伊厝的人讲出来这物件吼，你也感觉真好。伊迄是去全世界收集的物件。你若要爱，你就甲留咧；你若无爱吼，你当做歹人旧舍甲卖掉。伊对我来讲已经无重要啊！我要来养老院啊，然后介一个人对间厝深深一鞠躬，讲再见嘿。虽然我到遮住几啊10冬，总是我嘛要甲你离别。离别的时阵，伊讲一句话，讲咱的名声，咱的争名夺利吼。根本是很荒唐啊！咱每一个人是唯有你逐日拄下衫，甲你无用的时阵，焦虑算计是天天忙，等到最后才明白，人生啊，不过一张床。咱伫计较啥物？咱每一日无用咧用啥物？当伊过身的时阵，因咧后生查某囝拢倒来，过别礼拜了后。牧师家这中级就找遐后生查某囝来，讲说恁老爸遗嘱，恁老爸遗嘱写呢，讲我若过身去，所存这个钱，因为伊绝对开袂了嘛，所存这个钱，加这保证金，我拢总要献互教会。当时我伫一个律师的立场，我甲恁讲，阵恁老爸拢总要献互教会，恁有权利通摕一半，迄叫做特留份。因所后生查某囝拢讲一句话。阮老爸既然要献互教会，阮拢总放弃，阮无要才摕一角银。阮老爸互阮已经够啊，伊最起码互阮一个足好的信用，这是心嘛。人生不过一张床，你计较什么？你讲咧计较啥物？所以伫咱头拄啊，通过咱副部长甲咱头咧先甲咱讲。我的囝着注意听，着注意听我的话啊，着爱放耳孔来听，听我甲你所讲的话啊，耳孔爱听啪啪啪啊。得有当时啊吼，即摆讲咧拢咧线上咧教学，吼，尤其是迄小学生，迄爸母逐个去啊，迄囡仔吼，即摆开始开线上了，啊老师点名，伊着吼点名，伊着带去，表示讲伊咧听线上教学，啊老师带咧线上讲话，啊伊下骹咧看漫画。啊，无就爱走来走去，啊，这老师拢会10分钟、15分钟，着个点一个名，讲啥物人伫咧无好，伊着个紧走来，甲点一个名，点一个。伊讲这头咧上线上教学，啊，你逐日，伊讲，迄日我的书记讲我听，我嘛家己多爱笑啊。伊讲咧线上教学，敢若是对阮爸母咧线上教学呢。我咧听呢，迄个囡仔吼，对伊来讲，迄个囡仔比无咧听咧，拢是阮咧线上教学，啊咧写作业嘛是拢比爸母咧写作业，啊当时代咱解决遮个代志。所以因为听无有啊，线上教学来拄啊听，对伊来讲吼，囡仔拄啊听就敢若听，伊也无咧真正听。
我细汉的时阵是228事件发生，228事件发生了后，过去了，阮老爸老母拢常常甲我讲一句话，讲囡仔人吼有耳无喙啦。什么叫做有耳无喙？啊，你听听就好啊吼，啊，毋通记在心肝内，这边听，啊，迄边耳孔就出去，拢毋通去插政治。迄社会气氛真歹啊，人足紧张的啦。你若有耳无喙啊，绝对毋通去插政治啊。总是相对的，阮老爸老母若去到教的时候，拢讲你要注意听牧师讲道哈。阮倒来拢甲考试呢，牧师今仔有用啥物圣经节？啊，无一定背一条啦，紧倒来紧背咧，上无法背遐圣经节。有啦，牧师今仔有用一个啥物圣经节？你咧留心听，爱注意听，爱从耳孔听听就。当时咱咧听，无真正听，嘛无了解伊的意思。咱常常讲，咱现在要读圣经，一边读，搁再一边读，一遍搁再一遍。迄40个作者吼，学问也无一遍听你较好啊。你总是有注意无？圣经每一句话，我做遮久，我嘛是大学教授呢。逐句话我都感觉我写袂出来遐水的话。有一个人有才调，人写甲遮水，世界大文学家所写出来每一个文章，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无一句话比圣经较水，每一句圣经写的话，拢互你感觉讲足令感动人。啊，太遮真正是真理。听，有一个人最有名的，咱拢知嘛，贝多芬，做德国真有名的音乐家，有人讲是交响乐之父。不管咱咧讲交响乐的时阵，有人讲伊做9首的交响曲，有人讲伊做11首，其中第10甲11首叫放弃啊。总是到做第9首交响曲的时阵，伊做即个曲的时阵吼，耳孔臭耳人啊，无听到啊，无听到，讲奇怪，伊嘛照常写遐个曲，佮即个交响曲一个特别的是安怎？中间有插一个快乐颂。咱开条回应诗要讲，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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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伊内面即个交响曲内面的合唱。交响曲配合合唱，伊写了后时阵，第一遍演奏会，伊家己去指挥啦。咱讲一个臭耳人的人，要怎指挥交响？伊照常家己去指挥，指挥到了结束的时阵，伊点点徛伫遐。后壁所有的观众拢爬起来啦，一直拍扑，一直拍扑，一直拍扑啊！啊，个首席的手提琴手行过来，甲牵落过，讲大家拢甲伊拍扑啊！啊，伊蹛挖过，啊，甲大家行一个礼，哦，啊，就入去，大家放去煞啦，继续一直拍扑，一直拍扑啊！啊，连续第一遍的即个发表会吼，5遍啦，5遍出来说多谢啦。事后人写字甲问讲，啊，你有听到即个观众拍扑啊无？伊笑就是讲，我心内有听到，伊毋是耳孔听到，伊心内有听到。伊看到大家伫咧拍扑，伊对心内听到，但足令人感动的。咱有当时啊吼，耳孔无听到，咱咧心内听到上帝声啦。那每一为什么利用这段期间鼓舞大家读圣经呢？上帝话伫你的心肝内刻掉到你的心肝内啦。咱咧看即个，咱的即个迄个。亚马逊伊的执行长 Jeff 又讲一句话啊，而且各种无共款的选择啊。若要叫我选择吼，要选择天赋、聪明还是善良？你来记住哈，你来选择啥物？选择善良啦。天赋是你上帝创造互你，着为人的头壳巧，为人较牛戆。总之，了善良创造互你，是你家己爱去，你的心保持你的心，永远一个善良的心嘛。你要永远有一个善良的心，甲上帝送到最好啊！所以咱每一个亲爱兄弟姊妹，跟咱线上的大家好朋友，会记住心上重要。咱每一个人要将咱的心永远记号条。亲像苏当时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记的时阵，上帝甲因讲：你要甲遮以色列人讲，你来遵守我的律例，你来听我的命令，你来我所吩咐你去做，你来去做，就安尼。我要保守你，我要医治你，我要照顾你。伫40当旷野的流浪，上帝甲以色列人做伙时阵，是因为伊希望每一个人拢真真正正体会到上帝的疼，因为上帝的疼伫每一个人心会用。第二项，咱咧用心去听啦。这个人讲啦，
毋通互伊离开你的目睭啊！即句话其实上重要是讲，你要记互牢啦，着记伫你的心肝内啦。即个记是安怎呢？反复思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脚前的灯。你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每天想的是上帝的话，让上帝话语在你的心，然后活出来。咱大家做礼拜日的信徒哈，若今日听听讲啊，我今日安尼对主人人足好的，啊，然后你去到工作场所，看拢无成基督徒，好气压压，看你是要做刺猬，还是要做一个真善良的鸽子。你是圣神用一只粉鸟啊做代表，因为粉鸟啊是用善良的代表啊，毋是刺猬啊、气压压啊，定定都要给人搭来搭去。所以相对咱毋是礼拜日的信徒啊，咱是专精神所有时间，拢互人知影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好所行，因为你的好行为，人家认明你是上帝的门徒。啊，有你的好所行，咱做基督徒，都知讲基督徒是真正甲别人分别罪性，甲别人无共款。我甘愿吃亏，看别人比家己较牛，我谦卑，追求和睦，追求正人和睦，我无要激动，我无顾家己的利益，我只求别人的利益。你会当安尼做袂？咱每一个人咱来努力。事实上，咱定来讲一句话，迄奇怪，迄新妇甲大家吼，蒙死板斗的好势人。有啦，当然足有诶啦，像阮老母甲阮太太甲遮个新妇拢足好，啊，总是嘛足侪大家新妇吼，蒙死板斗袂好势。咱定定讲一句话啦，迄母女吵架吼，隔夜望迄个老母惊因查某惊冤家吼，明仔载就袂记起来啦。但是婆媳吵架终身残呐，迄个婆媳吵架吼，若有一日搁发生吼，两个讲你自动死给我啦。咱会当办迄个心诶，咱看别人比家己较牛啦。咱每常将咱的心甲基督结连做伙，用基督的心做心啦。咱每常用谦卑、用顺服、用虔诚的心，三甲大家来做伙。这是上帝对咱的教训啊！咱来反复去思想，咱逐日来想上帝话语。我今仔有可能拿圣经出来看，这圣经我咧看时，我咧看两则圣经。上帝甲我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今仔日我要准备大学联考，叫做即摆啥是会考。今仔日我要准备好的考试，今仔我要参加高普考，今仔我要参加一个什么面试，今要参加一项物件。我将这个事祈祷交托伫上帝顶悬。上帝赏赐我聪明智慧，免我去应答。赏我聪明智慧，当然我嘛爱努力哦。你毋通讲哦，我搭临时抱佛脚。吼，着上帝吼，我着甲你祈祷你啊，我遮拢无看啊。你上帝，你替我读册啊，我拢毋免看啊，看安尼就好。我看即个迄毋是上帝哈，迄叫做魔鬼。上帝嘛，你还努力拍拼，总是上帝赏赐你加倍智慧。伫我身上，我体验足深诶，其实我成绩毋是足好。我是读咱法学学院吼，咱中原大学法学学院。到第二个时阵吼，都为着要娶阮某啊，阮某出来食头路啊。啊，阮丈人甲我讲啊，你以后要安怎饲阮阿兄啊？要安怎饲阮某啊？尾想想讲啊，无来考试啊。啊，中用高中毕业会当考普考尔。所以我是人事行政全国第1名的呢。我毋是直接咧迄落吼，我有证书哈。无法度啊，去考一个试啊。出来上班目讲点讲毋免烦恼，最起码我袂当做公务人员。啊，我要读册时阵吼，家己无钱啊，是摕别人的册咧读啊。啊，为着安尼吼，先啊祈祷上帝讲上帝啊，好拜托，我这册当共借2日尔，啊，我得爱行人。啊，拜托你，互我有智慧啦！你我敬畏你，我逐日拢替你拍拼咧做工。啊，总是我即个静心落来，因为我要准备这个普考。啊，我若普考无过啊，以后要怎娶某啦？代志都要订婚啊呢。上帝啊，拜托一个啦，好，我就认真祈祷了，啊，开始看册。我真感谢主的吼，对第2开始，上帝开我的脑。我看册，咱一句话叫做过目不忘，我毋敢讲遮大声啦。总是我种头壳想够好。我啥物物啊看过吼，差不多我看3遍，差不多上无嘛背80%-90%。啊，我就走去阮某因兜，就摕册互伊讲，来，我背了，我互你看，我念无听。迄个叫做人事行政啊，迄交阮一点仔拢无关系，啊，迄个册交拢无关系，啊，我去考全国第1名。
当然我尾也无惊迄度的吼。总是我感觉，真正迄阵我体会着讲，既然敬畏我是智慧的开端吼，我咧惊啥物？咱有印象无？30几年前，咱中央教会问题即边，迄阵我咧考司法官呢。迄司法官好考无？他们讲司法官无好考。那我考司法官内面，咱所有中央教会有无一个知？照常升国队，照常所有的活动我拢总参加，拢无人感觉讲你咧考试。对，开始拍拼考试，要考试以前，我上帝讲，上帝，教会时间我煞嘿，我即摆要读册啊，拜托开我的脑，互我有智慧。我也无遐济时间读册啊，互我所读的拢记会牢，会当理解。我也无钱买，我拢看教科书，人讲啥物考前几百题，我拢无咧几百题，拢是教科书，我对头读到尾，拢对第一读到第尾啊，第一读到第尾啊。到即边看过，后边看过，看了就去考。考咧吼，算袂歹啦。出来嘛算袂歹啦，因为头前拄拢无人，我就直接派台北。我前面体会到，这是上帝互你的智慧啊！所以我说上帝会用心记到你的心肝内，上帝开你的脑，开你的头壳，开你的心思啊！第三项，你会当互你得到活命。你讲信基督教吼，爱约足一时间，我用礼拜日去爬山，身躯会加足健康。我用礼拜日去运动，我有休困时间，我身躯拢总足用行。我无好入吼。你毋是讲信基督教，你著变变一个敢若咧在啥物健身达人呐，身躯偌勇诶，偌迄落，总是我会体验着。我捌咱咧感冒足艰苦，到拜六吼，其实是爬袂起来，拢无声。我上来讲上帝啊，礼拜日我爱讲道呢，我到今拢无声，爬袂起来，规身躯酸痛。感冒，逐个嘛会感冒。但是吼，礼拜日要到安尼，我临时我毋知要去倒去找人。本来听命做牧师讲拍电话互伊，讲伊要甲我带，佮临时甲我讲，伊临时讲爱去参加啥物好消息的节目。我无法度，我著爱家己来咸水还佮开车去哦，爱佮40-50分钟呢。到我度，过当日透早起，阮太太讲，我到我度要安怎，无甲因讲一下，讲不要紧，我著开车去到遐吼。我伫咸水上大体验着即样代志。拜六爬袂起来，我都无声哦。到礼拜日吼，突然间家己开车去吼，照常讲道规个了，无人知我艰苦。讲道了诶时阵，感觉讲虚脱去，全坐倒遐。遐足济，遐会友家兄弟讲，怎着你是安怎？那我倒来讲，暂时爬袂起来咧，讲甲你发烧爬袂起来，连讲诶嘛无声，讲今仔日照常讲道规场拢总，礼拜拢总了，倒全坐伫遐。我讲我无力啊，以前美丽了。我互伊足侪人感动全大家拢甲手欢咧，替我祈祷，互我会当安好啊，平安去开车队。足奇妙的啊！伫即15档的上帝中间头，我毋捌咧感觉讲辛苦艰苦过。互你到拜六的中间，我有艰苦，佮无声。到礼拜日吼，自然就当来讲道，自然就有声。上帝互你足奇妙，我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苦孤单呐。我看到足侪基督徒吼，迄心内拢充满着欢喜，因的生命吼充满着上帝活力。安尼伊会当个一冬过一冬。我有当时摕我老爸咧，85岁，我头拄咧甲林牧师分享，我老爸85岁时阵吼，已经行路拢无力，爱杀轮椅，佮着肺癌。总是我去到远离教会时阵，我讲到了，我希望我老爸当家祝祷。所以我老爸特别吼。那尾也要祝祷时，阮老爸拢爱人杀轮椅，爱甲杀出来，甲杀轮椅杀后前做祝祷，爱一手举麦克风，一手举起来，甲要共祝祷。到尾啊吼，到伊要过身迄一礼拜的祝祷吼，其实伊讲话吼，已经无声啦。谢谢，我上帝平安赐福互恁。伊家己嘛感觉讲伊讲的无声，要搁讲一遍，讲一遍，别日祝祷吼，祝祷几啊遍啊，祝祷4-5遍啊。我你听，最后所起的问题，你要上帝听，你讲4-5遍，你又讲，你别搁叫我祝祷啊啦，我都讲4-5遍，结果回讲，哎呦，错丢咯，伊嘛说错嘛，老错丢咯。你今日你的祝祷我拢足感动的，我本来你在讲我听拢无，好佳哉你讲4-5遍，我才跳你咧讲啥物，足感动的。伫迄礼拜4过身。
感谢主，伊定定甲我讲，我有一日若会当伫我侍奉中间，上帝甲我调我去，毋知要偌好咧。伊只是咧侍奉中间，上帝甲调伊去啊，因为伊一礼拜日过当日，伊就去入市立病院，啊无出来啊，伫遐过身啊。所以上帝互咱每一人得活命，这是利益的教导呢。咱定定讲，咱信着基督教，你要看信基督教的人，毋是讲互你信基督教就身骨都大勇健，拢袂得着病，总是有一项事，你要相信，你得着病，比别人较紧好。你的身躯永远保持着快乐。有时人甲我讲，我都公务人员，你甲我讲信基督教，上帝，我若将3%都奉献上帝，对天着拼天通，拼互你福气，互你坐啊有春。我你捌甲试验无？伊讲你有可能，我钱都固定薪水啊，我也袂去人外国啊，我有可能较侪钱。几个月甲我讲，蔡长老，真正呢，我比较有钱呢。我讲啊是安较有钱，足怪呢。阮兜即摆拢无啥艰苦。以前吼，定定即个细咧感冒，啊，即个人感冒，我定定，迄阵还无健保，定定拢爱摕叫医生开。阮兜趁钱拢一部分拢爱去送去医生馆，互伊斗开啊。啊，即摆即个钱煞省起来，我啥省起来？我毋知嘿。我就感觉讲，伊若咧艰苦，我就讲安尼祈祷，上帝啊，都逐个安尼咧小感冒吼，我都家己好呢。啊，当然咱毋是讲你艰苦毋通看医生哦，绝对无误会。我佮讲个清楚哦，艰苦爱看医生。你若真正无爽快，你一定要看医生。毋通讲今日蔡长老甲我讲祈祷就好啊。总是迄个祈祷中间，你感觉上帝赐福你身躯安怎愈勇健啦，愈得到医治啦。这是种利益教导啦，听到上帝为你记伫你的心肝内，你这是赐予你做见证。我不管伫咧做法官的中生涯，做监察委员生涯，我的案件绝对比别人较济。经过统计出来，因在咧手讲，啊，蔡某某，啊，你搁咧做院长职务代理人，啊，我看你走来走去，啊，像你案件嘛，伫阮刚才掠的，嘛是你上济，阮家己入案的哈，迄拢毋免甲人比较。啊，你搁案件拢搁足大件。我讲我都袂感觉咧，啊，就感觉即案件爱查，就查，啊，无行动就比我较济。啊，佫有逐个足侪人拢会叫我来，啊，做伙要查案，看伊个方向。啊，我但是足快乐诶。我电脑感觉看你，我走来走去吼，我感觉讲啊，电脑成绩加足好。我电脑咧手讲吼，啊，即摆电脑较无通行呢，咱袂当约讯啦。所以叫小我动起来。我讲吼，啊，成绩会较无好哦，敢若较无咧做工课哦。所以咱每一个人爱知，上帝我是互你真好诶美娘啦。咱看即个长老、白长老伫4月份过身，白皮长老，伫咱19任诶迄个财政部长，伊嘛捌做咱中原大学董事长，做中华新农业董事长，做咱诶迄个宇宙光怀协会理事长，伊佫是创办咱诶好消息。即人以前中间你要做财政部长，你若袂伫即个时代做财政部长是足大诶呢。总是伊无掠这做公营。伊讲我感觉上公诶是我当做教会事工，因为这是我诶性命。上帝互我留这个活命，互我健康诶身体，所以我著替教会努力打拼。到92月时，上帝调我去，就安然过身啦。所以人讲奇怪，你已经80几岁啊吼，迄个摆档，伊拢叫摆档处长，你毋是休困一下？讲我拄着休困，伊逐日嘛拢过去上班，甲逐个拢做伙。到伊过身的以前，拢还伫上班。伊上帝互伊留伊活命，所以讲伊是一个活命见证人呐。伫个告别式的时阵，大家讲伊是真正是活命见证人呐。伊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伊拢用伊心来做。最后一项，咱要有果效啊！好了，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搁重复讲一遍哦，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句话最重要，才能甲背起来。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第一讲啥？迄是生命活命的根源呐。保守你的心，这世人的果效，这世人是活命，都是对这发出的。你保守你心的纯洁的，你会当时当着足侪有色的。你看咱有当时一个教会一直大兴了后，好啊，无形中牧师就敢若代替上帝咧。啊，是讲一个庙宇一直大兴了后，好，迄个庙主啊，是讲开设的迄，哦，比敢若上把神明咧。哦，逐个足尊敬伊的，你看庙产过年大家甲贵咧，好，足侪钱拢献互伊。
身躯啊献互伊，啥物都献互伊，咱毋通做这样事。这个果效爱对心而出，咱毋通定定来保守咱的心，爱顺迄个善良的心啦。所以保罗时在讲吼，我咧传道吼，我家己反省家己咧，毋通我咧共传道，我家己咧跋倒。咱足侪传道者家己跋倒去，啥来跋倒？信徒无形中对你的崇拜啊！所以我常常甲人讲吼，我若离开这个教会，拜托恁袂去错踪伊，恁会记上帝就好。这个教会我若离开，拢甲我袂记住，也免写我的名。所以，阮伫教会本来咧写迄个字词了，为咧写讲的教会历史中间有提起我的名，我拜托甲我付掉。我伫遮的事奉拢总无重要。若伫遮会当互上帝阳光，互会友认同，迄就是重要。有一日中央教会咧写历史中间无错综，伊是段足好的。这段历史的中间有写着上帝好复兴，迄是上重要。不如时咧，甲你讲，我毋通家己传福音，传啊家己变安怎去害着别人呢？我咧传福音中间，有会友对我崇拜中间，我无用利用我这崇拜来摕着我家己的利益啊！就你翁仔某、老翁仔某吼，就毋通你著使话人吼，就是安尼。人讲吼，安尼吼，我一生嫁予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啊！好，翁仔某咧吵吵闹闹，两个翁仔某咧，突然前安尼足够搭喙鼓啊！我叫，有咱到囡仔拢总大人孙仔大汉了后啊，金文也经过啊了后，两个毋知为着一个，敢一个倒咧煎荷包蛋，两个倒冤家冤的吼。因翁讲，莫阁冤啊啦，两个离婚啦。伊要讲你着离送咧囝你，好，两个安尼带咧转去户政事务所去办离婚啦。户政事务所办离婚吼，户政事务所迄个写者看两个迄个款式吼，笑咧笑甲讲，恁办离婚吼，嘛着爱找证人，总之阮户政事务所会使替你办啦。恁两个吼，伊着听你甲讲，你搁摕身份证啦，摕健保卡啦，摕印仔啦，其实迄拢免啦。着户政事务所迄个小姐想讲，摕甲调咧吼，互因队友可能明仔载就袂来办离婚啊啦。因。先生讲袂使，阮今日一定要离婚。太太讲袂使，阮今日一定要离婚。讲好啦，无恁先签名，手续以后再来补。两个其实伊摕一张纸互因两个签的就好啊。无真正办离婚，两个就出去。因先生小可后悔讲，是我冤家俩，敢真正爱离婚。两个但是处理了，因先生讲，简单来讲，妹子啊，倒咱两个离婚啊吼，无咱两个嘛做伙来食一顿饭，好啊。我两个行入去餐厅，我就叫来，叫一只白斩鸡，伊就摕迄个鸡腿，逐个硬互因太太。因太太就是，你敢知我爱食鸡腿？逐面就是拢安尼啦，你拢自作自为啦，你若想着要啥物就啥物啦。你讲我足爱食鸡腿，我嘛想讲你足爱食的，好死嘞啦，歹势啦，无鸡腿去摕倒来，毋免啊，摕来就囥下啊啦。食饭食了，对到厝。你讲硬啊，无爱今日困啊啦！因后生拄仔看咧讲，爸爸妈妈莫安尼好无？讲，干后生讲家在对，硬啊我来恁兜困。爸爸咧，好介一个困，阮两个都离婚啊！其实因后生有背去嘛，早讲迄离婚都无影真正离婚，就只只甲因大汉后生就载因老母对厝，干后讲爸爸，明仔载妈妈起痟，逐个讲，就甲因老母在对。因后爸家一个大厝，因老母住遐嘛咧想讲。敢有需要做甲离婚？因后生走讲，爸爸妈妈你好逼的，你这小两个安尼，我都从小就看着冤家到大汉啊，两个冤家也无安怎啊？你冤家明今仔日床头拍，床尾和，敢真正安尼冤？对吼，都无大都讲冤家啊。结果到半暝，电话响用来啦。因后生爸爸，你要甲妈妈讲一声，因老讲毋该讲话啦，我不会接电话啦。就电话挂掉。较定，较过5分钟，电话佫敲来，响。因老师讲，爸爸佫敲电话呢。好啦，甲听一下啦。电话接过来，讲奇怪，电话台，伊讲嗨啊啦，恁后爸暗时拢爱食心脏病药啊啦，拢我摕互食的啦，无食心脏病药啊。去甲载倒来，因后说甲载到厝，因后爸心脏病发作，拄敲电话，电话落伫涂骹咧，因后爸过身。咱敢有真正有需要？为着这小事，为着你的心，保持你的心，保持你的心，为着这小事，你开始伫遐吵吵闹闹。
咱来保持咱的心，留心的下这，保持你的心，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保守你的心，因为一切的果效是从心而出，从心而出会这些果效带给你活命。这些果效是你心内上重要的物件，请大家来祈祷。来，主阮神，上帝，我真感谢你，我会定伫遐所上三甲做礼拜，互上帝稳定兼咱三甲做伙。做空个你降临伫每一个人收听你话语的人，将加倍稳定祝福互因，互因知保守因的心，互因用基督的心做心，上帝稳定人民的跟三甲做伙，安尼祈祷，用这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要来吟圣诗，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愿来敬拜。圣经诗篇50篇14节至15节，安尼记载讲，你着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搁着对至权者谢你的愿。伊要伫患难的日着求救我，我要救你，你也要应光我。这是咱来搁来吟奉献的圣诗第382首第4节。
报告。咱下周是由叶启安长老来甲咱主理，讲道是由蔡宗义长老。咱搁来看咱的奉献报告，若有出入甲订单，请咱来向相关的长执来更正。咱若有奉献伫咱的教会即个会钱吼，咱会记哩，咱就伫即个注明伫咱的名，会当。互咱的职务部做统计的时，会当列出咱所奉献的金额。消息报告，因为疫情游园是伫第3级，中执会决议游园做咱线上的礼拜，直到即个防疫中心来宣布解除，咱再搁恢复实体的礼拜。而且特别提醒，伫咱的即个礼拜线上礼拜，咱是用脸书甲 YouTube 请咱会记哩来伫即个伊下骹有一个七比一个按赞遐咱来甲试，安尼咱会当知影讲咱到底有偌济人伫即个顶面来收看，这嘛是一种会当讲统计因为咱即个人数若济时。即个后摆伫遮个，尤其特别这 YouTube 伊就会即个伊的即个咱讲显示会愈济啦咱就甲当做咱按赞，就是咱咧分一张的传单，安尼就对福音的传单。第二伫即个疫情无法度聚会期间咱采单一的做法，就是请咱的会友转校伫即个转校伫即个咱本会即个建堂基金的户头周报一路都是用建堂基金做奉献即个账号记伫下骹请咱家己来看。咱会记哩第3咱本周伫新眼光的进度是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甲16章24节。过来，基地交通甲大道事项咱7月份的秋青为杨文馆开始，一直到吴聪明兄弟，拢总今仔日有21位因今仔日生日，咱来为因祝因生日快乐，也求主恩典满满伫因的身上。咱也特别为了正教会来祈祷，特别伫即个疫情的。愿教会带予搁较侪人实际的帮助。第3，咱也特别为了关怀弱势族群，才会机构来带到温柔中心、挂彩机会、安德的食物银行、劳工甲渔民海关关怀中心，求主加添遐志工，互因有力量、信心，会当度过安然度过即个疫情期间。互平安甲物资以及福音的消息会当传予需要的人，也搁来为着咱台湾政府的团队，求主你也互因有智慧，所做合伫上帝的旨意，会当行公义、好人民，谦卑服侍台湾的百姓。也求主你互即个疫情会当早日解除，求圣灵帮赞，互咱会当。用安静听候的心，谦卑认罪悔改，恳求上主，互疫情会当早日解除。特别，咱也为着黄胜义兄弟，伊会出院来调养身躯，求主你有缘扶持看顾伊。为着受染病的这兄弟姊妹，这咱的台湾的同胞，求主你的看顾。也安慰死失的人甲伊的家属，愿圣灵扶持安慰甲因同在。咱也为着目前住院兄弟姊妹以及看顾伊的亲人，恳求上主伫夫妻顶面行过这个艰难的时刻。咱也为着以下2家兄弟姊妹来祈祷。天父上帝，愿感谢你。
个时阵，愿心安静伫你的面前，领受主你所降临伫阮中间的旨意，阮满心欢喜听叹你的话。也即个时，阮也为着7月份的寿星献上感谢，愿你满满祝福伫因身上，无论因是少年，也是年老，主你拢照你的旨意看顾因，也照主你偏偏的祝福伫因的家庭，也领受因，互因继续伫即个日子的头前经过，有你带领因。主啊，阮也特别伫即个时，为着因为疫情的所面对一切的艰难，无论是真侪人因为安尼暂时来失业，也是因为安尼来失去因的工作，甲因所面对生活的困迫，愿主你也甲因三甲地地，互阮会当有能力来伸出阮的手，会当来关怀帮助因，互即个时会当全国大家三扶持、三关怀，行过即段的日子。但即时，阮也特别为着遐死失的同胞以及因的亲人，来求助你的怜悯施恩伫因的身上，愿主你的看顾，互因无得过头的忧伤，也互阮伫即个时，也特别为着入院，阮的兄弟姊妹，或是看顾伊的亲人，有缘会遐会当用着平安喜乐来看顾因。也互因有信心来行过。阮也安尼将过必会因一家，以及即个蓝雪芳因一家，愿主你看顾即两家，无论伫啥物时阵，主你拢甲因三甲伫地。也阮也特别用祈祷来关心。来替因代祷，互因伫未来会当有当搁做伙三甲礼拜的时，阮会当三见面，来伫主你的面前有欢喜喜乐，求主你搁一摆也看顾带领因，阮来将以上的祈祷，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咱要来念上营。圣诗389首，咱上营煞，咱要请林牧师来甲咱祝祷。主耶稣安尼讲，马可第16章15到16，耶稣讲，伊要将恁讲，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互百姓听。信的人，洗礼的要得到拯救，毋是得到永远。所以咱来听耶稣祝寿的话，安尼讲。他恁通平平安安去，愿爸囝圣神三位一体上帝保守恁，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起直到
永世代无尽。阿门。这时，咱要来开始咱今日主日的线上的会友关怀探访。今日咱所要探访的家庭，拢总有2家。第一家是咱要甲李长老娘、甲李明宪弟兄来线顶探访，过来咱要甲咱头拄仔讲的罗元生执事、甲范爱华姐妹来做探访。首先，咱要来甲李长老娘、甲李明宪弟兄来连线。对了你今日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听。好，啊，恁一个乌的，一个白的口罩呢吼，一个乌的，一个白的，啊，恁太太咧，面先生咧，真欢喜看到恁啦。上帝特别祝福恁即个家庭的啦，吼，这上帝特别祝福家庭，佮开放做礼拜，开放聚会。开放做小组，搁安尼所有的明明说平安平安平安，吼！我感觉这个家庭真正上帝大祝福啦，绝对搁特别大祝福伫恁个家庭啦，好看到恁就足欢喜的。你到恁娘你免去款食的互我啦，你免款食的啦，我无当食啦，你免款食的啦，逐遍去拢款足侪食的，今仔日无啦，寄咧，寄到冰箱嘿。你了娘，你要互我食的物件，寄到冰箱。寄到冰箱。嘿，寄到冰箱啊！啊，等候疫情过，我到恁兜食。别跟听，别跟说，看到恁真欢喜哦，看到恁真欢喜哦。足久无看，有影真久无看。恁三个人口罩三个拢无共色呢，好势牛呢！你也看恁三个人口罩拢无共色。啊！上帝，无来上帝上祝福恁啦！啊，明个兄最近好无？嘿，明显。明先生，嘿。伊在关，你着安尼会当袂？哦，会当嘿！啊你吼，你免款物件我食嘿，我知你若款物件我食，今仔免啦，今仔省一顿嘿，我到今仔用手下就好啊。歹势啊，即摆着拢疫情无法度啊，嘿，等候有。啊，最近啦，最近好啦吼，身躯逐项拢袂歹。还好，我着伫厝较乖的啊。无啦，你看愈水啊！你到厝拢有咧化妆的款吼，愈来愈好看呢。哦，你愈来愈好看呢，你无看你也看安尼头毛啊，加金色色啊，面目金色色。无咯，你看面目加足金的，加足好看的。感谢主，咱时间关系，咱先来祈祷，好无？先来做一个祈祷，好来好。万宽容的主，阮真感谢你长老娘、明显兄，这个家庭真正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祝福，大大的稳定。做恳求你帮赞照顾，我若看到因对教会尽心，对主理的忠心，对信仰的坚持，我就将这荣耀归伫阿爸父上帝。做恳求你想事稳定，看满着因的家庭。做恳求你照顾因平安喜乐，到伫因的行行顺顺。做恳求你将你的稳定建设到做伙，平安喜乐，永远伴随伫因的身躯边，互因得到上帝你特别照顾，特别怜悯，特别恩待。将上帝的福气感满伫因的心就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安尼，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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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再见，再见，好，哎，再见，嘿，会记你物件放到冰箱咧，也袂记一个。咱真欢喜，他拄来看到溜溜牛，身体真健康，啊，嘛看到明宪兄，过来咱要来拜访的是咱的骆元生、骆执事甲范爱华、范姐妹，咱小等下要甲伊连线。平安哦，好，大家平安。你看，平安平安。录这书吼，恁迄个镜头两个人有够恩爱呢。好，两个安尼咱把遐也足好诶，有够赞。咱录这书娘游园心伫台南嘛，拢来到台北中央教会甲阮做伙。三甲地的啦吼，大家三甲地的。看到你就足欢喜的啦。真欢喜啊！看到你就有够欢喜。在甲台北的这朋友阵营，这大家这兄弟姊妹，佫会再斗阵来做视讯，足欢喜的。是。最近还袂当处理即事娘安尼，有啥物遗憾无？吼。无咧。拢无啊。反正就听政府的啊，政府讲。哦，听政府。出去啊，对啊。住厝西内录集书就好啊。对啦。嘿，啊，两翁仔某，阮老翁老某摸西内啦，像我交阮某嘛是住厝摸西内安尼尔嘛无。有啦，佫有孙啊，通啊，佫有孙啊。通骗的啊，有够好啊。阿亮啊，嘛是会遐吗？无伊透早困起来，伊就去五楼因爸爸遐读书啊。好。哦，我想讲是见证甲你用即个手机啊，安尼你无问题呢吼。无啦，阮家己创的啦。恁家己创哇，厉害！哎呀，我想讲可能是见证的，恁遐甲你用的，无简单。无见证伊就，敢若伊拢喊你来呢，敢若食饭来一个，啊就足无用的。足无用的吼。嘛拢居家上班啊。安尼就煮较好食好食咧啊！安尼遐无用嘛，上嘛食迄顿嚼较粗饱咧安尼。有啦，迄个技术吼，录技术足好煮的。录技术足好煮的哦。伊足好煮的。录技术台南，我来台南搭食你煮的嘿。啊。好，伊足好煮的，技术娘嘛无简单，伊足好煮的，比一寡物件真厉害哦。系啊，老师说啊，你最近啊啦，身体拢一切拢平安吧吼？平安啦，会使啦。会使吼。较早住北投哦，伤悬啦，爬到骹老虎歹了。只有电梯通较济。即摆大只有电梯嘛，只有电梯嘛。这以前的农改场遐嘛，吼，以前农改场遐起的嘛，吼，从圣园遐嘛，嘿，哦边仔尔，所以有电梯真好啊，嘿。顶回安尼去啊，互你去甲你安尼，互你交代，哦，足希望有机会当搁去，哎呀。啊，我无呢，我无食着呢，我对无着呢。我对无对，后壁我要对去哦。本来想讲，若有机会到调寮教会吼，会使顺续来回访伫恁遐呢。啊，那知影一切拢叫疫情搅乱。是啊。后壁再搁找机会来啦。系啊。啊，顺续来甲伊看一下呢啦。系啊。伫这中间互相纪念啦吼。啊，录制书有啥物？我8月初3爱转去台北，迄落检查。是。3、4、5、3天拢爱去核信。哦，拢去核信。啊，13看报告，看这个中间看有法度已经会使实体做礼拜。啊好啊。哦，真好，哦，够好。大家期待啦。大家期待，嘿。所以爱为着这祈祷。但是阮就会去中央做礼拜。哦，够好，感谢主。我看迄阵会当解封啊未？大家实体安尼见一个面的安尼吼，足好的。对。感谢主。相信上帝有听到咱讲的啦。对啦。对。啊，无请地长落来。好，安尼无咱三甲来祈祷。
我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线上会当看到陆执事甲陆执事娘因一家因的平安，互阮也满心的欢喜。上帝，你会遐有甲因三甲之地，互因虽然环境转换，总是疼你的心犹原共一样。主啊，求你也引带因两人，会遐甲因的囝儿甲孙仔，会遐有好个新甲彼此信用的生活。但愿主你也祝福因，特别执事娘甲要来到台北来看、来检查以及看报告。阮相信上帝，你的灵甲伊三甲之地，互伊无论经过偌大的风影，总是有主你甲伊伫的，就风平浪静，会当甲陆执事会遐有好个一切美好的生活。阮也相信主你的带领伫因身上，阮看见，阮也要会遐为因来代祷。愿主你祝福甲因三甲之地。阮来当心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哇！好，哎，今日起来来吼，平安哦，再见，再见。是快点你就好，快点你就好。哎，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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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真好，咱要结束，咱今日会使所有的敬拜、甲探访，每一届礼拜、每一届线顶的探访，满心我想坐伫咱教会。不管是咱教会遮个长老，还是咱厝邻所有的会友，我想恁的心拢真感动。虽然咱分开，但是敢若咱拄仔蔡长老讲的，咱中兴教会所有会友，不管是伫台北的，是南部的，虽然离开真远的所在的人，咱的心拢结连做伙。咱期待即届疫情会当紧紧会当解除。互咱有搁一届会当来到中兴教会来做实体礼拜。这是咱来要结束咱今日所有敬拜，咱要祷闭会。